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我们农地米是我们轻重要的农产品，也是我们的主食。除了做主食之外，也可以做青岛的点心。像我们六队的米是文化做饭的就可以厉害。除了我们六队，东埔也有可以厉害做饭的地方哦。今晡日我们特别邀请到东埔的菜地好朋友来分享今日六卡做的饭的哦。今日来分享我们东埔东板乡第3代的传人刘振良阿良。主持人好，电视前面的观众大家好，大家好，我来自台东的东板乡刘俊良。阿良，东板乡是你们六卡点的名字嘛？中吗？从以前都叫东板乡了吗？以前不叫东板乡，然后以前是东板是叫那个成功蛙柜这样。然后我想说当完兵回来一定要取个正名字这样。然后又想说是东部。然后又客家话的叫做板嘛。然后我就想说，不然就取个东板乡。然后再来就是意义也是希望能够台东的乡亲子弟们能够多多返乡。然后就是要东板乡。原来按来来哟。那这样子阿良，你自己算是第3代的传人，第3代嘛？按人卢卡全部都是客家人吗？海岸线比较多原住民，所以以前都是从我妈的话是从关山吃上。阿婆是关山那边的客家人，然后从那边再转移到我们台11线。原来是这样。不过你们以前就是卖土豆有功吗？最早阿婆那时候是卖碗内板，就是蛙粿。除了这个还有吗？以前就是说在火车上面是卖肉粽。跟客家米食这样。然后以肉粽为主。以前在富里的时候是做杂货店。然后要去台东市补货嘛。就做一些肉粽啊。然后客家话叫米中。然后就是在火车上就喊着米中。然后也是意味以前像这种扁东的那个话语很像这样。那呢阿婆几时节大概几时节开始卖的呀？大概民国38年就开始在火车上这样卖了。古时候假是讲对几时节开始算到更加到现在差不多也60-70年了。70年。你的话其实对于你们来讲，也个点的研究的，睇成功这边东埔经营研究的顾客应该都对你们够熟的嘛。以前爸爸在跟我阿妈一起来海岸线的时候，就是掏海浪嘛，就比较多，所以他们对客家米食就比较陌生。然后我爸以前到成功的时候，是专门做蛙粿。然后原住民也不知道蛙粿这东西怎么白的。然后都没有什么要吃这样。以前我爸已经那个时候才13岁。然后就挑着扁担出来卖。然后有时候都没有人买，就有时候还想要哭着回家，不知道怎么办。还有，就是东部这边，讲某年还是也给碗内板吗？就出海人都一定要吃肉。然后原住民的话都是吃他们的东部的那个他们自己种的那种米。那阿良，有听过讲爸爸今年以前在卖一条东西的时间啦，今年有用办的办法同大家小姐讲这个卖的东西，让大家接受安尼。后来就是把那个蛙粿的话，就是把那个菜脯，就是炒香之后加到那个米浆里面，让那香气比较能够提味上来。然后客人就是慢慢能够接受。因为蛙粿不是已经纯白的那种感觉，里面又加块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客家米食的那个韩菇粿啊、炒蛙粿啊，原住民就慢慢的喜欢能接受有糯米下去做的东西。以前客家的糯米粿的话都是加再来米跟糯米，然后我们改良之后用纯糯米下去做这样。阿良，按你发。对阿婆开始都更加唔能得做一条板呢。做法有乜嘅改良的吗？不一样的是，以前都是用石磨下去磨，然后用米袋下去压干的，然后所以它比较容易发酵，然后现在就是改良成
机器下去磨，然后用机器下去瞬间脱干，然后比较能够有带动它的米的本身的香气，不容易发酵。我韩国都讲，以前头摆的做法，安尼佫有人讲的古早味的感觉啊，结果你迄讲更加用一种新的个磨米的机器，它去弄之后，佫夹，这样唔会有发酵的情形。所以以前来讲，石磨那样子磨比较容易发酵，比较容易发酵，因为糯米的东西它比较容易发酵，它天气热的话，它就味道就会容易跑出来的。安尼谈讲落，阿亮办的啊，要种米是文化底杯，米是轻重要的部分嘛，就是米是很重要的。安尼一方，能都卡米有做嘛个某种的选择吗？我们米的选择的话，就是说，韩国粿的话，一定要就是吃起来有软又 Q，然后就是会用比较新一点又带点旧的米这样。茶粿的话，它要有扎实感，所以用旧的米下去做。安尼谈讲咧，某种要办呢，就要用某种的新的 Q 的米，新的米跟旧的米，它们的差异在哪里？为什么会有安尼某种的口感呢？新的米它吃起来有辣力，又带点暖度，然后旧的米它是超会有，因为它毕竟里面是咸的，所以它用旧的米才不容易就是变软。原来安尼能会像用新的米，也还用像旧的米，也还讲能有落空下呢？他们会在比如说第一期跟第二期在交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旧的米跟新的米会互相下去搭配，让它的软硬度都会保持在正常的状态下。除了安尼，会不会也有看一个甜食，比如讲今日够湿，也还够热的时间，你们会调整那里面的比例？比如说像这次的减重，体重的话都是。它里面一定要用全新的糯米，然后它新的糯米它比较容易煮透，它一煮就要煮5个小时，所以吃起来会比较软 Q 这样。吃红了就会轻软轻 Q 的个口感啊吼。你的话，你除了糯米，还用菜贴糯米吗？就是糯米的部分是用在地嘛？我们底下讲东部这边几多生产米嘛，是不是都用在地的？在地的，我们就是坚持使用台九线的糯米。这片那家米台九线青虫呢，对南都北青虫。台九线的话，就是从富里到池上关山。然后因为每一块农地种出来的米，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进米的时候也会去把关一下，看那个米有没有异常。或者是因为有异常的话，蒸出来的米就不会那么透白，会变质这样。阿亮，你在讲进米的时间，你们会去挑选嘛？你们的定义是讲，用版的米算的唔好的米啊？它是有的时候那个米它会是碎的，它没有完整性的那种一颗一粒一粒这样子的，所以它已经有点像，有时候它米会有空包蛋。或者是它已经裂质了，所以它米就是碎碎的这样，它那个做出来的口感它比较没有 Q 性这样。原来安尼的话，一个米很难这个一类去请农民去选购的吗？我们是用跟在地的那个碾米厂下去做挑选，因为毕竟他们碾米厂还是会跟各地的农民下去收购。嗰种人也係有經過碾米廠，可能佢哋個大量，佢哋咧貨源個廣泛，可能能現在個度，安尼然後安尼阿亮阿婆傳到爸爸在傳到接觸之後，自己對一個東半鄉一個看板啊，自己有冇個使命感的感受嘛？使命感，因為我從小就是在家里就比較沒有講客家話，然後再就是高中就是都在外面讀書，所以客家話都是沒有在講了，所以想說用最快的方式把客家文化推出去，就想要用那個客家米食。對，
就用那个方式，因为这个唔会讲嘅合法，咁唔会讲啦，就是现在还可以学，当天天来开始不过用那个方式将这个客家文化推广出去。除了以外然后想问一下阿亮，你这个晚上有听书做过班的吗？从小是国小的时候就要强迫一定要去接触这些东西，这样，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就是从小一定要教会说要互相要帮忙。古种卢卡除了你之外，还有兄弟姐妹吗？还有兄弟姐妹？有3个姐姐。那因为我是唯一一个独子，所以就很严厉的说，每一样都要学到会。所以说反而从小教的是做柜的精髓已经都要学到一定的程度。我说晚上的时间，爸爸都想讲，一定要传本来把这个班的那个文化传下去。我说非常严厉的说，一定要好，就安尼嘛就是一定要学。安尼发，可是青岛人后生人讲，卢卡安尼毕业时间就会不会想要去学，就不会想要接触啊，这个会有反抗。一开始都讲好啊，周边黑人都过来接触嘛，就是会一直做到很累，所以高中的时候才会逃离这边成功。结果离开成功之后没有成功，又还是被拉回来，被绑过来。结果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有学到一些行销，然后接下来就是想说，那大学毕业成功，就很多老人家就会想说买客家米食，吃久了以后你阿嬷不在的时候，那以后是要谁来传承？或是说你年轻人应该要把这个客家米食文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去。所以在当兵的时候就会一直思考着，回来的时候就要把它接下来这样。哇，也对你来讲，色彩有一个一个转折啦，在心境上的变化。观众朋友，听阿亮安尼讲，其实他虽然讲唔会讲客话不过他对可能这个客家文化、客家米食文化有一定的认同，故说他想要将这个文化顺势继续传承下去。等一下见到今日精彩故事，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哦。阿亮其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推广人哋客家米食文化。不过今年到底有卖哪条产品，也有讲好食的米食咧，继续来请教阿亮咯。阿亮，安尼发5年卢卡作为研究的班咧，5年卢卡到底有卖哪条的班咧呢？像我们的蛙粿啊，还有客家米粽，还有甜米糕，韩国粿跟发糕。其实总共都大概有12样。因为每一个节庆都有每一个节庆的产品，像年糕啊、减重啊，还是因为每个米都有每一个节庆跟随着出来，所以它有分第一期跟第2期，所以它米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那阿婆嘅时间，阿婆最会做卖最好的，只要係哪一項冇？就安菇粿跟茶粿跟肉粽，就是在家里做完，然后就火车上架。火车那时候就是煤炭嘛，所以它跑的速度很慢，所以每个人在车上去都会花时间在那边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就是在车上就是随便买个东西就有得吃了这样。嗰時嗰時只阿婆就買一條東西，你會發人唱嘅人講炒下粿，有人講椰板嘛，佢係用板來做，從糯米醬磨米醬開始，都出來，佢嘅製成，佢嘅功夫有哪一條啊？像安菇粿跟炒粿的話，它是用純糯米下去磨製而成，然後脫乾，那再做攪拌。攪拌完之後，再來跟炒粿用艾草，下去攪拌，然後再來就包。然後炒粿的部分，它是用台灣的蘿蔔絲，台灣布袋的。你們
还跑去走去布袋，嘎尼个布袋去请哦。那时候去的时候，为了要在地嘛，所以我特地到布袋那边去找，专门种萝卜的那些人，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说，做萝卜丝的已经剩下一间在做，其他都已经在做，只有做萝卜干，不然都是其他都应该都是大陆啊或是国外进口进来的，我希望能够照顾到台湾的农民嘛，所以就是跟那个专门做萝卜丝的做契作，然后就从11月到1月之间的萝卜最嫩，然后也最甜，然后就是从那个时段的萝卜来收割起来，是去做萝卜丝这样。啊，你今年有讲用办法给萝卜是我用哪种萝卜来做个好吃呢？萝卜现在都是用小玉，就是个细条的小的那种萝卜嘛。用那种来做会比较好。啊，你能做一个夜班都更加，爸爸做的最好的，卖最后应该会讲，人家讲的晚那班吧，对不对？爸爸最好的应该就是碗粿，所以爸爸给时间才会有一直说人家成功碗粿、成功晚那班也给名的嘛，因为毕竟他是他的历练，他以前就是从碗粿再成功就是起家就是做碗粿，那你爸爸用来做也给晚那班的，爸爸怎么去做？碗粿的话就是要用再来米，下去磨完之后下去用烧水去泡熟，泡熟之后再倒入那个陶碗，然后加入炒好的菜脯，然后下去蒸熟这样。不过你们晚那班底杯只有放那个萝卜干吗？还是有加其他某种用的料的呢？还有加一个后腿猪肉。主要那个碗粿的话都要用那个陶碗。以前有尝试过瓷碗，但是它蒸起来就是比较会有偏硬，然后发现以前的智慧就是陶的碗，它的毛细孔比较大，所以蒸起来的话它膨胀系数比较高，所以蒸起来就会比较软 Q 这样。你晚那班后是就爸爸最成功的就是蒸那个晚那班差不多要蒸1久啊？大概要1小时。你整的时间是不是都要一直看着？以前是看着，但是不能一直翻，不能开盖，所以一打开来都开久就知道它的时间要拿捏在那个1小时左右这样。你阿亮头前有讲过你能东部这片办的啦，大家会批某种的时间，某种的发通。那这样子，你可以同大家了解一下，哪条时间会批哪条办的吗？像我们的版客家粿的话，都是跟着年节性在走。米的1、2期也是跟着年节性。像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做年糕、萝卜糕，然后再就是清明节。清明节也是做超粿、安骨粿，跟发糕，然后再就是端午节，肉粽减重，然后中元节的话也是做安骨粿跟发粿，然后再就是冬至，直接就是要冬至，就是有汤圆，还有咸汤圆。哇，真是一年四季你们那些生意都应该都有好做呢因为某种的活动你们都一直继续做相对应的班的出来。你方路卡太家提做一个班呢，万岁都系好嘛，从小就学了。你万岁好多更加有这个影响过什么事情吗？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印象最小的时候就是过年那时候很忙嘛，然后就为了要做那个萝卜糕，然后爸爸妈妈就是也要弄其他的工作，然后就叫像我国小就在串那个萝卜了。然后搓，然后手就会不小心就是戳到指甲就掉了嘛，然后就贴着 OK 棒。然后那时候就很好笑的是说，泡萝卜糕的时候，姐姐也会互相帮忙啊，我就调皮的想说捉弄一下姐姐，然后就把那个 OK 棒拆下来，我的 OK 棒怎么不见了？是不是掉到里面？我姐吓死，惨了要怎么办？然后说没有啦，在我的手上。
吓他们这样。你讲黑了，结果发生了这样子结果哦，会不会被姐姐揍？我本人掉红了打，是差点被爸爸打。但是现在还是会对穿那个萝卜还是会有阴影的，会很怕会弄到手。啊，嗰种除了安尼嘅故事啦吼，你能自家提做也就办呢，就是爸爸、阿婆、同某兄弟嘅提做，会不会有一些理念啊，也一讲做法咧，某兄弟会争执？争执是每天都会在起争执。哎呀，怎么嘅人家嚟谈过啊？吼，卢卡在做一种生意，可能会吵事啊，但唔会讲每日啊。为什么是每天？每天就是家里房满嘛，然后我就想说，因为年轻，大学都是读行销，然后我想说家里这么忙啊，但是现在人口越来越少，成功人口，所以希望把游客能够也带进来成功镇，所以一定也要靠行销。然后在做这些行销，爸爸妈妈就说，贵就这么忙了，要做那么多东西，还要去弄那些行销做什么？但是行销必须还是要把游客带进来成功镇这样。哦，你话对爸爸来讲，其实品质顾好嘞，银行都会来是有生意的嘛。不过对你自家来讲，你个行销，你有用到那种某种的行销的方式吗？不一样的行销创意就是，以前我阿嬷那时候就是在火车上叫卖，然后后来到成功之后，我爸爸是推着摊车，然后换做我的方式就是变成要把产品带出去外县市，所以就开着货车走遍台湾每个那个美食展啊，还有一些地方的快闪活动，然后把产品带出去外县市这样。你阿亮讲好嘞，同银行的互动的部分，你有去到其他的地方啊，客人给你的回馈，银行本人的回馈有某种的回馈吗？回馈他们是一看到我们的店名就是他以前来成功的时候有吃过，然后发现我们在其他的展售点也可以看到，我们就很高兴，总算到他们的都市还可以吃到我们东部的糯米米食这样。你买到更加，你自己有发现到讲，年纪高大嘅年客同年纪高细嘅年客，其實買有相同嗎？不一样，在地的都会老人家居多，所以他们都喜欢吃超阿贵跟昂古贵跟发糕蛙贵这样。然后因为昂古贵的话都是只有2种口味，红豆花生。然后我回来接之后就是想创新的别的口味，然后就用在我们自己种的艾草，下去做成艾草皮下去包绿豆，甜的，然后再加一个那个北港的芝麻，然后用白色的下去搭配，所以就是颜色就会用做一个区分开来，然后创新的口味，然后这样那个像甜米糕，甜米糕就是作为我们店家的隐藏版，因为他们是说在结婚的时候，女方带到男方的一种习俗，然后我阿嬷就是想说，因为甜米糕以前都是用龙眼干，代表是能够带富贵嘛，然后我想说，既然客家这么勤劳又节俭，然后那我想说转变一下用葡萄干，然后他的故事就是说成说，他因为女方嫁男方也是能够用酸酸甜甜，然后代表人生也同甘共苦，酸酸甜甜一起去坚持，一起去执行这样。你谈好了有個新的創新，同人哋辦嘅地方也有真好嘅故事同意義喺地方呢，係咩安尼啊？對啊。哇，觀眾朋友，其實東部嘅辦呢，同人哋六隊嘅辦事，其實都有共用啊，冇共用嘅世界有冇共用嘅辦事，地方嘅故事也非常嘅有意義哦。好，見到後堂嘅故事，人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
从也是挺辛苦的哦，就算阿良今年也是穷用哦，对阿婆传到爸爸传到佢嘅书风，佢还喺推动时期可以见分点，到底喺地步有冇嘅辛苦呢？请教佢一下吧。阿良，前面有自家讲过讲，你嘅创意、你嘅行销，喺推动时期地步还可以咧分点，安尼嘅话，你能用办法想到一睇推动时地步可以有嘅分点呢？想要去台东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在地，他们到台东去发展，台东市嘛，因为我们成功到台东要60公里的车程，所以台东市的人，他们有时候去花莲啊，还是去台东打拼的一些子弟，然后就是说偶尔才能回来成功去买那么多次，这样我就说，不然我就花一个时间，然后把产品再去台东市，让他们就是1个月或者是1个礼拜可以取货一次，这样卖这样，然后再就是希望能够在台东市就是设一个点，让他们天天都可以买得到这样。哦，阿良，你讲啊，迄对，这个路卡更加成功镇上面做好的班呢，都推动市去买嘛，每天嘛，每日哦，现在每天。哇，每日安尼就按件，你迄1多点开始才做业就办呢？5、6点就要起来蒸了，然后蒸完之后，我们家成功是7点就要出摊，把摊车推到菜市场卖这样，然后换我爸爸之后，我就大概8、9点的时候再开车再到台东市，然后去贩售，所以每次到台东都蛮晚的，人家说怎么比较晚到这样。你没想过，其实可以在推动市区做嘛？没有想过在市区那边也可以现做嘛？安尼就不是安尼两片这样。你头有讲啊，推动市区都能成功的路卡，60公里呢，60公里不是短距离呢。对啊，因为台东市的租金也蛮吓人的，所以只能租小间的，能够有贩售的点为主。阿良，你头也有讲过，除了安尼开店嘛，这个新的方式也有去做个市集的部分。安尼你在市集的时间，会不会都有其他同样的店的啦，也係講人行，我给你一些比較特別的回饋，也係講本印象夠深的事情。好，市集像有一些客人，他们就是来台东吃过嘛，然后我们去到他们的县市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也会到他们的县市去贩售。然后印象最深刻就是每年的都有一个台湾美食展，然后我们都会去到台北去贩售。你同同样的个新的后台的传人，就是比较新的店家的传人，你们会互相的交流吗？在市集的时间会读到吧？有啊，那在那边就是有一些老店，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上市上柜的公司，有些执行长就会说，我们店家从台东市这么老远跑上去，在网络上也有看过我们东板乡的名字这样啊，然后说，我们的行销团队也蛮强的，然后是不是说，你们这一次美食展是带多少人上来这样？然后我都说跟他们说，只有我跟我太太2个，2个人打对，行销也是2个人，你今年谈到有某种那个吗？他们都会吓一跳。厉害，就只有2个人可以做一个安。从头到尾都2个人。你司机对你来讲，做一个司机去参加之后，同没参加，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某个偏差吗？就会其实去外面参展就是去学他们其他老店的精华嘛，然后就是说，别人都可以这样子发展，然后互相学习他们的模式，回来的时候也是要可以用他模式，然后揣摩在我们的老店上面，然后可以转化一些方式这样，然后慢慢的互相学习。你那方，你人家爸爸还有做吗？爸爸有在跟着你做吗？还是全部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做？是爸爸妈妈跟我们都卖完柜之后晚上开始制作，做完然后冰着，然后明天再蒸。就是爸爸还会同摊数啊，最主要还是你自己负责全部的功夫，安尼吗？全部就是料啊那些都是算
算我已经一手接手在处理。安尼阿亮，你有撩的时间吗？你有放假的时候吗？台风我会放假，像台风啊，这样有冰撩的时间，其实全部几年来都没休息的时间。就是然后偶尔难得有时候会去，就是上课啊，或者是那时候就是上完课还可以偷闲一下1-2小时，去外面偷跑一下，然后再回家这样。哇，安尼阿亮，恁这个路卡全部会搞不嘛？像你去上课的时间，也要去走实习的时间，你撩的啦，做班的，用买盘啊，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必须要离开的时候，这些准备工作怎么办？前置作业就要把很多的时间。一次把料都备齐，做好，然后做库存，因为必须卖完柜才能开始制作嘛，然后都会弄到晚上11、12点才吃饭。哇，真是鬼辛苦呢！安尼阿亮，恁这个提作业嘅班呢，因为恁全部坚持喺当天当日现做，又冇加嘛嘅丰富记忆嘅掉，安尼恁的班呢会保存一久啊？可以保存多久？现做的当然是只能保存1天，尤其是夏天一定当天一定就要吃完。冬天的话至少还可以放到隔天，因为毕竟传统东西就是没有加添加物嘛，它就是不能放久。点美方会不会有卖存的？你能用板去处理啊？客家米食就是希望当天，所以卖的时候就每天都要抓，今天卖的多少，然后明天就要抓，所以60、70年来就要抓。每天卖的量就是卖完就是好了，不多做，不多卖嘛。所以你们都凭个经验讲，可能根本你有某个发通有节庆，可能可以做过多一些。也要讲有接那个单，可以做过多一些。就统计下来这样。有时假日的时候就可以多卖一点，就是有游客就会进来啊，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多做一点这样。按你方你们自己会不会有想过讲，人能为了拓展一个行销啊，帮人更加各方面来做，有其他的规划来研发这种可以栽培啦，有安尼的想法吗？我们希望就是后面就是做半成品，然后再来就是用冷冻栽培出去给客人的时候，就是他们拿到的是半成品，然后自己电锅蒸的时候蒸好蒸熟之后，就将来就是说他们蒸好之后，就像我们现场当天蒸的那种口感会比较好啦。以前都是蒸好之后，我们再帮他急速冷冻，然后客人回去再回蒸。但是他遇到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回蒸，他没办法去拿捏它的软硬度，所以蒸起来不会像现场那么好吃。有可能蒸出来的时间全部就劈掉了，融化的融化的，无如含前好如硬丢丢的硬的那一种。古时候更加还得吃腌，如果可以吃腌出来，它一般都可以吃得到，其他地方的栽培也可以买得到，不是最后都按腌去，好冇？就半成品就可以先栽培这样。阿亮，安尼的话，其实恁店的推动是从成功都有嘛？恁店的假设讲会买有冇个特别的购买的方式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购买方式呢？像特别购买方式，因为我们当天都是当天做当天卖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就是有些游客他们进来的时候，就是拨个空打个电话，然后跟我们说他们想要吃什么啊，然后要预留哪些啊，我们都是可以帮他预留的。然后他们可以就是早上起来11、12点，然后慢慢的开往海岸线啊，然后边玩边到我们成功的时候，下午拿也是 OK 这样。拄好作为咧点心，还当个点心，也还当真传也做得嘛吼。不过安尼当天当日的时间打电话都可以吗？还是要提前？提前1天就可以了。总唔得可能当日的时间冇按到量来不及蒸。原来安尼，其实安尼算方便的，不论好，人哋睇。推动师也喺嗰度推动嘅，行嘅海鲜嘛，暗藏嘅时间，其实都可以同人讲，人预留下来都可以买。安尼喺路况高嘅时间就真方便，冇惊嘅东西冇好食嘅，是冇？哇观众朋友，今日啊，多谢阿亮嘅分享。人生底下讲，
除了6队之外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将推动有安好的客家的美食文化的地方呢。也请感謝將阿良今日安後生的後生人，願意回到故鄉哦，回到自家的路卡，聽書來傳承一個安好的傳統文化、傳統的美食文化。再一次感謝阿良帶來安和堂的故事同安精彩的美食文化哦，感謝你。謝謝主持人，多謝太大歡迎大家能夠來台東找我們東板鄉客家美食哦。好喲，哇，今日啦聽到安精彩的故事，馬上來聽頓欣賞來運動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今日要教大家係親子律動，同細人呢同下來運動哦，增加親子感情哦，同細人同下運動來保持伊人的健康。我葉片的小朋友阿金，葉片的小朋友阿恆。請小朋友還有我哋大朋友放起來，團來做運動的喲。好，來開始讓步，來做一個暖身，個有精神哦。腳壓高，加上拍背、拍臂。下邊輕鬆來喲，手不用放鬆，身體不用放鬆，來同我來做運動。加雙手，拍手。過來讓步，快，合起來，大口來，骨爬了，身側，手放鬆。手自然擺動就好誒。手甩上去哦。吸氣，呼氣。吸氣，呼氣，好，腳打開來，慢慢的減調，下來，彎片，1、2、3、4， 1、2、3、4。彎片，好，開始來做主運動的哦。好，來跑步，小跑步。1、2、3、4，跳。1、2、3、4，跳2下。1、2、3、4，跳2下。1、2、3、4，好，勾腳。勾腳，腳放來哦。我也好，量呢，1嘞，2嘞，1嘞，2嘞。
加上5个数，来数，分片。两个哦。好，来跑步，弯片跑，再变弯片。好，跑步，跑步，滚滚的，跑步，滚一滚。好，跑步然后来转一个两圈。好 ，Go Go Go。好，弯片转一个两圈。Go Go Go。好不好吗？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哦。小跑步来，跳，小跑步，左边跳，小跑步，好，听乐动作，叫叫，叫叫，加上5个数，整批数来数。跑步来，跑步，滚滚车，跑步，滚一滚，很好。转圈哦，转你的两圈来哦，转一圈，Go， 弯片转来，转一圈，很棒，来，休息一下，开始流汗了吼。来，起起，起起，起起。缓和一下哦，你好，来从头开始哦。好，弓箭步压一压，記得咯，唔好把腳一伸出來打出來哦。好，腳放嚟，腳放嚟，飛龍打出。好，來弓箭步。后勾脚，加油哦！好，过来，那从头开始哦。整批开始，跑，跳，跳两下。好，勾脚咯，勾脚，加上数2勾，好，跑步咯，跑步，滚滚车。转个圆圈 ，Go Go Go， 来转一个呀，弯片转来，好不好嘛？起起，跳起，起起，好来哦，再一摆哦，加油哦！汗滴流出来哦，整批开始。
跳，越来越舒服哦，很松了哟。好，多脚脚脚，两呢？加松树，树。跑步来跑滚滚。转两看那转你的呀，看，光片啊，嘻嘻，有在上来吗？来，再来，嘻嘻，跳起打头来，嘻嘻，跳起，很乱呀。准备数，放松了哟。关片。好，慢慢的过来。这里一般的呼吸，准备好了，腾上来。准备开始，小跑步，来，左边跳。多脚，丢掉。数。跑步准备，滚滚。好，转你的眼睛 ，Go Go Go， 弯片。好，嘻嘻，跳起。好，小朋友来，小朋友来，那好玩呀吗？好玩呀哈，记得嘞哈，能好好运动，能下次拿来了。